此影片由 Teddy Place 播映。終於放學啦。而家好肚餓啊！不過咁啱聽講喺龍門居何福堂小學附近開咗一間新嘅餐廳喎。但係佢喺邊度呢？喺邊度呢？喺邊度啊？咦，原來就喺隔離咋喎！終於正式開張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盧柏文。今日我哋要去龍門居探訪一個新嘅餐廳，究竟係點樣神秘法呢？我哋喺呢一個610、615同埋615P 嘅輕鐵站龍門站搭輕鐵過嚟之後呢，上嚟呢一個天橋之後呢，就會行嗰邊。呢度呢就可以搭 lift 啦，或者過對面月台嗰邊行樓梯同埋行斜路。然之後我哋一路向前行。之後呢係呢一個行到最尾呢一度呢就轉左，途中會經過一間幼稚園。而家10月18號，要求已經執咗笠㗎啦。但幼稚園，然之後我哋繼續行上嚟，唔好轉右落樓梯，直接搭扶手電梯落去，轉左，然後就可以。轉咗出嚟呢一個空間，咁就會見到好多小食店喺呢一度。呢一間餐廳嘅食物會令你食指大動㗎。有一個龍門居嘅街市，唔好直入啊，轉右。轉完右之後呢，開始轉左啦。你會見到 7-Eleven 啦，仲有大快活。好啦，轉左，沿住呢一條街呢，繼續直行，你會見到有條車道喺隔離，然之後會見到一個警衛喺呢一度，繼續直行。直行，就會到㗎啦。就係喺洗衣店隔離，佢話傑克泡泡帕隔離。好啦，咁我哋拜拜啦，拜拜。